由特區政府同澳門中華總商會合辦嘅2025年社區消費大獎賞大型促消費活動6月1日圓滿結束，並於24日舉行閉幕式同埋終極大抽獎。活動期間總發放電子優惠券2.9億元，總核銷金額約2.5億元，聯動消費額達10.4億元，惠及零售、餐飲及服務業等2萬家商戶。今次再推出嘅大型促消費活動2025社區消費大獎賞，透過資源整合，多方面優化活動設置，大大提升咗消費者嘅獲得感同埋參與度，同時加強引導消費流向，進一步精準扶持民生區商戶，為社區經濟注入活力。是次活動額外增加長者消費立減優惠，透過長者卡核銷嘅消費立減額逾3000萬元，聯動消費額約6200萬元。今次嘅2025社區消費大獎賞，響短短10週內，約有2萬客戶參加，橫跨餐飲、零售、生活服務等行業，以電子優惠、商戶折扣同埋豐富嘅抽獎，成功引流拓客，實現電子優惠銷核逾2.5億元，更聯動整體消費10.4億元。終極大抽獎喺會計師見證下送出總值超100萬元獎金同埋獎品，合共642名幸運中獎者將由專人通知，名單將於6月26日公佈於活動官網。